屯馬線路軌更換工程第二日，乘客需要喺紅磡站到對面月台繼續行程。港鐵派出超過180名職員協助。往紅磡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車上乘客落車。今次特別安排係為咗完成紅磡站至尖東站嘅路軌改道跟進工程，亦都係繼上個月後嘅第二次。紅磡站2號月台由往烏溪沙改為往屯門，而3號月台由往屯門改為往烏溪沙。列車會以紅磡為終點站，乘客需要步行前往對面月台繼續行程。港鐵派出超過180名職員協助乘客。港鐵亦設置資訊顯示屏、路線圖以及指示牌等等，指示乘客今日嘅特別安排。乘客請到對面3號月台轉車。唐視新聞台記者語音一報道。